育部今仔公布校园霸凌防治准则修正，霸凌的事件会分学生对学生、老师对学生两款哦，会用无同款的法条来处理。针对学生对学生的霸凌，若是双方愿意，会来增加调和定数，会有一半以上委员爱外聘。 防治校园霸凌，教育部修正校园霸凌防治准则，学生对学生的霸凌事件按校园霸凌防治准则处理，而且若双方有意愿，增加调和定数通使用。老师对学生的霸凌事件，按教师改聘办法，由校事会议来处理。两种事件按照无同特性处理。如果学校遇到校园霸凌事件，我们会设有处理小组。 由这个处理小组来做进行调核跟调查。当然，处理小组的成员至少要过半数来自于教育部的人才库中来做遴选，以确保我们在整个不管是调核制度或 调查制度当中，确保专业跟它的一个公正性，将性平事件以外的教师违法事件，统一由校事会议调查处理。调查小组的 委员则采全部外聘，从人才库当中来推举3到5倍的学者专家。长期关心教育改革的民间团体人本教育基金会对这摆的修法表达肯定，认为学生对学生、老师对学生的霸凌事件，因为牵涉的层面无同，分开处理确实较合理。不过基金会认为，老师若行到改聘定数，要提高处理的层级。我们的法还没有修到跳脱校层级，我们只是尽量说让调查小组是外聘，可以比较跳脱校，因为校就是有校本身的校本位问题、校文化问题、校人际关系问题等等。那是不是将来再解聘，不要校层级了，到辅层级，这是可以考虑的方向。日本教育基金会表示，若教师行到改聘定数，由至少地方政府层级的机关来审理，会当用较全面的观点处理，较袂受校内的因素影响。这是未来新法实施了后，通观察考虑的方向。记者郭文王成忠台北报道。